貴金屬頂級實盤交易賽榜單瘋狂浮動，金榮中國2026第二季實盤爭霸賽，而家進入白熱化階段，全程都係真實實盤對決，唔設模擬試玩，所有排名完全睇真實市場嘅交易表現，含金量十足。近排賽事榜單不停更新，好多參賽者逆市翻身，頭幾位排名輪住轉，競爭氣氛好熾熱。今次賽事設有多項活動，照顧唔同交易風格嘅用家。盈利大師賽根據累計淨值計排名，完成指定交易手數就有資格上榜，得獎者可以獲得季度冠亞軍名銜同對應獎賞，仲可以取得總決賽入圍資格。勝率達人榜就以交易勝率排先後，適合重視交易質素同穩定度嘅投資者。另外仲有任務抽金幣活動，每日做完指定任務就可以參加抽獎，有機會拎到 Wolf 金幣獎勵。目前頭部參賽者競爭非常激烈，榜首累計淨值突破35,000美金，第二名同第三名緊追在後，差距唔大。往後賽程充滿變數，每一次交易決定，隨時可以扭轉整個排名走勢。活動支援現貨黃金、白銀交易，每位參賽人士只可以用單一個交易賬戶參與。深耕行業16年嘅專業平台提供穩妥保障。賽事規則公正透明，規範清晰。賽事報名仍然接受，榜單日日更新。下一位殺入十強改寫榜單嘅人，會唔會係你？